前，往前，往前。退休教师苏国标从小生长在客家庄，5岁开始就学着做铜碗。爷爷、爸爸、哥哥他们做的东西啊，我也很想做啊，但是那时候只能挑一个最简单的啊来，譬如说，牙刷。满屋子客家铜碗、番旗、波浪鼓和飞鸟，都是记忆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有感于代代相传的手作铜碗逐渐被3C 产品取代，于是苏国标积极投入客家铜碗的保存推广。我们用客家话讲就是做事要优秀啊，做这个刀子我们要很仔细，夹住以后转一圈啊，这样下来就很漂亮。儿时记忆日渐模糊，但有个声音依旧如此响亮清晰，只能慢慢拼凑，找回那梦中的玩具。我有时想说，嘿，我以前有玩过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它有2个会敲的，哦，有2个会敲的，我这样慢慢想就想起来了。苏国标利用空罐、光碟等回收物加以利用，做成一个个有趣铜碗。客家先民克勤克俭，不仅传承铜碗技艺，也延续客庄勤俭精神。3岁的孙女是头号粉丝，灿烂的笑容告诉我们，客家传统铜碗经得起时代考验，并将继续世代流传。上课喽！做事要优秀，做事要优秀，做事要优秀。